係各位朋友，大家好嚇！嗱，今日星期六啦，1月31號。嗱咁啊，今晚咧就有好多聯賽嘅英超啦。嗱咁啊，足彩咧，我啊提供兩隊英超俾大家參考下嚇。一隊就列斯聯對住阿仙奴，一隊就狼隊對住般尼茅夫。嗱咁啊，足彩方面咧就列斯聯對住阿仙奴咧，呢場咧阿仙奴咧就排行第一嘅，咁啊列斯聯啊中游啊，咁啊阿仙奴啊啱啱打完歐冠，會唔會有啲攰咧？咁啊呢場阿仙奴作客讓一嘅，咁啊對住列斯聯，咁我今晚咧就睇好列斯聯件波衫唔會輸到兩球畀阿仙奴嘅。咁啊另外一場狼隊對住般尼茅夫，狼隊咧基本上降班嘅啦。咁啊般尼茅夫咧就中游，咁啊狼隊近排咧就成績比較好嘅。咁啊主場咧就受讓0.25嘅足彩啊，咁我睇好狼隊主場能夠守得住般尼茅夫，唔會輸畀般尼茅夫嘅。咁啊鍾意我頻道咧就點讚、轉發下、關注一下分享。咁祝大家好運啦今晚就係咁先，聽晚再見，拜拜。